語前情景教學法嘅第二個步驟就係讓孩子主導。呢個步驟嘅目的係鼓勵小朋友同大人互動嘅時候，要俾小朋友做主導，並且尊重佢哋嘅興趣。要做好呢一個步驟有幾個要訣，包括一、觀察小朋友，確定乜嘢可以吸引佢哋嘅注意力；二、表現出積極參與嘅態度。當小朋友對某個特定嘅玩具或者活動表現出興趣嘅時候，我哋就可以一齊投入活動，表現出想要知多一啲，以吸引進一步嘅互動。當小朋友都係自己同自己玩，甚少回應大人，都冇乜留意大人嘅時候，讓孩子主導有助於增強佢哋嘅自信同埋興趣，因為佢哋更加容易投入自己所揀嘅活動。同時，咁樣能夠促進小朋友嘅語言發展同埋社交互動，令到溝通變得自然而且有意義。另外，尊重小朋友嘅興趣，能夠建立更加緊密嘅親子關係，並且激發佢哋嘅好奇心同埋學習動機。同我玩呢個啊！我玩呢個，呢度玩緊咩啊？一齊玩啦！關注並且描述小朋友所揀選嘅玩具，然後嘗試延伸小朋友對玩具嘅玩法，令小朋友望向你。你睇下我部車幾快？模仿小朋友嘅動作或者佢哋嘅發音，令小朋友覺得你同佢哋有共同嘅興趣，鼓勵佢哋同你一齊玩或者交流。